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中意地產助理莊敦章。如果對你呢條樓盤有興趣，請分影片下低，撳翻頭像側邊嘅 WhatsApp 或電話仔直接查詢啦。今日大家介紹嘅係雲碧一個高層兩房嘅海景單位，實用面積有498尺。我一齊睇睇個單位。入門入嚟之後就會見到個直身型設計嘅客飯廳，客飯廳都好寬敞，長度達到16尺半，闊度亦都有9尺。客廳有大面積嘅落地玻璃窗連接住露台，採光度非常充足。大門嘅兩邊就係發展商嘅開放處部分，設有入場嘅雪櫃、蒸焗爐，旁邊亦有電磁爐、抽油煙機，提供咗足夠嘅儲物空間。住嘅前邊就係飯廳嘅位置，平時放張餐台，3-4個人食飯都相當夠用。單位客廳部分都方正實用，闊度同樣達到9尺。左手邊嘅牆身亦長達9尺，可以放個大型電視櫃。右手邊呢度就擺張特大梳化。我哋出露台睇睇外邊景觀。單位嘅露台望出嚟，可以望到船灣淡水湖、赤門海峽方向嘅廣闊山景海景，亦可以望到鄰近嘅高爾夫球場，以及自己屋苑嘅園景泳池，景觀非常開揚。呢邊坐向就向東嘅。跟住睇下第一間睡房。睡房以長方形設計，長度達到8尺，闊度就有6尺半，有大面積嘅玻璃窗，有足夠空間放衣櫃、大床。望出嚟景觀，亦都係以船灣淡水湖、赤門海峽方向嘅廣闊山景海景為主，坐向都係向東嘅。跟住睇睇浴室部分，浴室都係以原裝嘅配備，設有大型鏡櫃，配備浴室寶。旁邊業主就做咗個企缸位置，亦有空間可以放洗衣機、乾衣機等等，簡潔實用。最後我哋睇埋主人房，主人房以長方形設計，左手邊可以作為一個衣帽間區，放個大型衣櫃；右手面亦都相當闊落，可以放張 King Size 大床、床頭櫃等等。主人房亦連接住一個工作平台，平時可以打開通風，有者出嚟欣賞下船灣淡水湖方向、赤門海峽方向嘅廣闊海景山景，景觀相當開揚。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就分影片下低，撳翻頭像側邊嘅 WhatsApp 或電話仔，即時直接查詢啦。Thank you。